日前有街坊搭港鐵，驚見昔日百萬富翁金牌主持陳啟泰，一身港鐵職員制服企喺月台，專門勸乘客唔好衝閘，維持登車秩序。網友即刻瘋傳亞視一哥轉行做月台助理，從主持百萬獎金變月台值班，唔少粉絲仲留言話好心痛，仲玩緊上車要答題，講最後答案先可以入閘。正當傳聞愈炒愈熱，開電視出面澄清，原來唔係轉工揾生計。陳啟泰係衛星綜藝健康百萬大道出外景體驗拍攝，一日限定臨時站務員，拍完收工繼續做藝人主持，完全冇入職 MTR。陳啟泰2001年憑亞視王牌節目《百萬富翁》爆紅，獨特主持口風風魔全港，亦憑我和僵屍有個約會山本一夫一角深入民心，係當年實至名歸嘅亞視一哥。